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的福喜类嘅节目。伊可以从开始这个乡亲朋友是会看到哇，那两片嘅孙推推，当上看到是有可能是个东西，去倒台系嘛个东西。等下咧是为老乡亲朋友来分享，其实看到俩是咧，可能有噗噗的底，今日老大家咧小解到科技有关系，不过大家唔是紧做。其实佢对伊哋来讲，非常嘅重要，然后俩下新嘅科技嘅发展，那倒台系嘛个东西咧，先来绕起来理解，里边其实係你读懂科技嘅一项中起劲性分享。大家好，我是徐金胜，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眼动仪实验室这个仪器。也欢迎，就是我们的金胜是龙潭的客家人，从对，然后在节目之前，我有问那个金胜说，你是不是那个龙潭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你就说是，对，没错，所以客家话做一堂也是，对不对？听得懂一些。我的阿婆会跟我讲，你是宝妈这样，就是会一直阿婆会这样讲，对，会一直问我，他很担心我没吃饱这样子。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客家人呢，他刚刚满头改缝隙，并不是嘿你好，客家人就是问好的方式是从早上到晚上，一看到你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你吃饱没。对，所以就是我们问候别人的方式。所以客家人迄个在客家从按行路嘅时节看到太家时，就会觉得说，你吃饱了没？所以我们随时都要说，哎呀，吃饱了，或是说还没这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他很关心这件事情。你看嘛，我们如果在英国遇到英国人的话，他的打招呼就是，你觉得今天，How are you？ 但是接着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对，那客家谁问讲你吃饱吗？好，不过对，所以进行喺你两摊甲客家人讲，非常甲后生，不过其实佢对科技甲研究，然后自家有在工作室，所以佢讲佢係执行长，其实就是 CEO， 对，然后就是老板的意思。是。好，一块起到大家咧讲嘅就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什么样的科技？台钢莫听听证哈，其实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叫眼动科技，对不对？对。而且我旁边还摆了一台看起来会令人有点惧怕的东西。对。你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眼动科技？可以啊，那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眼动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大家听到这种仪器啊，或者是眼动仪，不要害怕，讲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有一些人其实我们在做那种眼动仪的时候，我会先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眼动仪吗？然后我就会说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对，有人就会说不知道，或者是有人会网络上做一些研究。那也有人就跟我说，他会说就是你是不是用眼睛的移动，然后去操作一些工具这样子。但其实像那个可能比较偏的是念力这样，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念力，就是你说眼睛去移动，然后操作东西，对，操作那种 APP 啊，或者是平板啊，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它其实稍微再简单一点点，就是它是可以用侦测你的眼睛在看，比如说你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工具，这样它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它就是会知道，透过科技，透过仪器，然后会看到我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地方，就是我的视觉暂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这样的测试，因为它会应用在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里面，从对，所以一种东西动都改身法地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政大是念风险管理，你该不会是因为念这个，然后才做了这个研究吧？感觉上没有很有关系耶。确实一开始听起来是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像我自己是读政大的风管所，那其实这个所比较多是跟像保险去做一些实际的接触。是。那只是因为我在读这个硕士的时候呢，是刚好里面的有一些老师，他对这种保险的科技或者是数位金融，他其实很有兴趣。那对这东西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组织一些研究计划。那就邀请我，就是一起进去做一些研究。那我在里面做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对那种到底人对保险有什么样的一个兴趣，对这种东西很有趣。他们就想要了解说，以前我们都必须得透过业务员来做这些事情。我懂，就是白话文是讲，特别大家讲投入到保险有关系，就要有一个人，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很仔细的拿出一叠纸，然后在你前面不断的画线，然后不断的讲解，对不对？这是我们印象中好传统改风行嘛，传统的方式是。但现在可能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也电子化了，对不对？或者有很多都透过电脑，那这个就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对，就是我们慢慢的就发现，大家可能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都会去查一些资料，比如说买保险前，刚才那个业务员可能跟你讲完之后，你会有点犹豫，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所以你就可能在网络上自己去查一下，他讲的真的还假的，这样查一查，其实这个时候对保险公司他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所
所以他就会想说，这个地方他很好奇，到底一般人是怎么在网络上看保险的，就会运用到像这样眼动仪的一个仪器。哈哈，那台家是会启动讲，这跟你插田就买罐头，我们等一下就跟帮大家来解答吼。那其实这个就是简单了一讲是，让台高了讲透过一推记忆，你没注意看细节，眼睛去看的时候，他会发现，你怎么样去阅读？我觉得你如何阅读这上面的文字，然后可能透过机器跟人为，我们在做过后面的判读，你会得到一个蛮好的分析跟结果。对哦，我要问一题可能精神不定啊，不某些问题，所以你们教授有要投资吗？感觉上这个未来很有发展。那因为当时研究计划是穷哈走所以教授我要投资吗？没有，教授他最一开始精神很认真回答我这个问题。应该是教授一开始对这个领域就是很有兴趣，他以前就是他们可能在研究到底下一个世代的保险可能商机在哪里，这样他们殊不知自己的这个学生后上了，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就在业界变成一个实务的发展。我特别要讲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因为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科技，其实就是来自于最后在上面的应用。我觉得这也是在走研究，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些人对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吧？哈。对，我的教授其实常常在讲一句话，他说，业界的人士啊，常常在烦恼的是今天或者是昨天的事情，那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明天要怎么办。但是他就觉得学界或者说学校的老师可以去想的是明天跟后天的事情，他可以多花一点点时间去帮忙去做一些前面的一些研究，那未来这些研究的成果就可以给业界去做直接的使用。对，然后汉卡崇老给也是一个学界跟业界之间的结合，要不然业界常常说，哎，你们学界哈。我会讲一些，讲一些不接地气的东西。然后学界说你们业界真的是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动宠啊改 connection 一个结合是这样。的确啦，因为当我们现在还在烦恼这个天供一可能又推风了，我们要去哪里买菜的时候，但是学界可能会告诉你，2050我们的温度可能会上升2度哦，那时候可能不太能生存，对不对？好，回来我们这个主题，其实它有一种固定式跟穿戴式的对。对，其实它有像固定式或穿戴式的一个装置。那其实，在操作这些装置的时候，我稍微介绍一下，像那个主持人你眼前看到这一台，它其实是一个固定式的一个装置，这看得出来很清楚。对，看得出来非常的固定，这样，它就是很适合用在像平板、手机或者是电脑荧幕，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固定不动的状况下去做一些眼球的一个操作。对。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穿戴式的一个装置。那穿戴式的装置，它是可以像是一个眼镜 VR 吗？像 VR 这样，它可以戴起来。对，但是又更像眼镜一点点，就是它就是一般的眼镜，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去看你，比如说眼前的一个图片。那其实它在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你可以带着它到处去走动，比如在超市嘛，等等。对，尤其就是像大型的超市，大型超市大家会特别用来去做一个，比如说商场上的路线或者是布置。对，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型的商场很常见，就是它的。你买东西大概闭着眼睛想去一家新的，闭着眼睛看都大概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因为他们其实做过研究，就是你大概最习惯在哪些地方买到什么样的商品，他会把它摆在你最常看见的那个地方。对，很有趣耶，因为你会知道我们眼睛的视觉。它意思是黑狗，我们眼睛好像大概会关注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什么样的一个范畴，所以那个地方商品摆在那边是最容易被观众被买家被买的人他就是去关注的，对注意力的热区，是注意力的热区。对，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冷的区域，他们就会放一些比较可能即将要下架的或者是比较其他备存的一些用品。对，比如像那个放很高的，我真的完全不会去看，因为我可能。我不会一直看它上面摆了什么，然后我要去买它。酸这样的，脖子超酸。好，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个这个，我们要来做测试吗？可以。对，所以我可以直接按它，因为它现在是暗的。现在是暗的，可以先打开。我可以直接开它吗？可以。可是它会变这样。好，我帮你操作一下。好。我还以为是 OK。它其实跟一般的那个平板操作是一样的。走的。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可以，你 OK 哈？好。你讲的有点紧张好像我要做什么眼睛雷射一样。不会。好，那先帮我盯着前面的这个荧幕，我稍微确认一下他眼睛抓的都是对的。你帮我盯着，比如说像是左上角的天气。试着帮我盯天气，好，看起来是很精准的这样子。好，那等一下呢，我会先按开始录制，然后我等一下会请你开启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图片，请你去做一个阅读。那每一张图片呢，你就是
到时候点开来看，你就是看你最想看的一些资讯，这样子，自然的就可以了。自然的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就是被我给影响啊，或什么。好，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做一些就是访谈。可以。好，那我现在开始录制，请你帮我点下面中间的相簿。好，我找一下。好，我帮你点一下下哦。哦 ，OK， 等我一下。哇塞，你这样点开，里面好像感觉有很多机密。是。好，可以。我们先看这一张图，帮我盯着它，可能5秒左右的时间。盯着我喜欢的那一张吗？盯着都可以，就是这6张你都可以看你喜欢什么资讯，这样子都可以看着，这样就是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一直看。好，接下来帮我盯第2张图片。我可以用滑的。对，用滑的，右边滑。好，这边就是再帮我盯一下，看起来是有一些小孩啊、狗啊，或者是像水豚这样子。对，就帮我盯一下，这样。这些照片真的太可爱，请等一下嘞。好，那我们再往右滑。可以。这真的。好，帮我盯着看看。那可能。糟糕，因为这些人我有点认识，我好像会有选择性的逃避。好，摸功效。我以为是这些主持人可能太帅了之类的。好，OK， 那下一张吗？再帮我盯一下，对，因为可能刚刚笑得太开心了，他没有侦测到你的眼睛。好 ，OK， 很好。好，那再帮我盯下一张图。这里面有我有你吗？你可以，你看不出来吗？我看一下，是哪一？右上跟左下。右上跟哇。我们的来宾真的很没礼貌真的太漂亮了。开玩笑，对，因为我自己也很惊讶有这些照片。OK， 好，那这样子很好，那我们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就辛苦你了，刚刚已经做完测试了。不辛苦，太有趣了。好，我们的企划也是太用心了。对，企划真的很用心。对啊。那我们就用回放的方式，所以你刚好录影起来。对，我刚才把你在那个比如说平板上的一个操作给录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算测试完毕了，对不对？对，测试完毕了。好，我觉得啊，因为李亚亚走他测试完毕之后，我们就先让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OK。对，然后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解答。你觉得这样有没有一种引起好奇心的感觉？可以，有对不对？所以乡亲朋友像大家先立马擦掉一下，等下是走那到大家讲，大家走该到达黑马该东西。东方宇宙的绕墙斗读懂科技的我们杰ham总来到节目地图，精神到大家的小改。上段节目呢，大家有看到来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测试，对，有看到几张图片，然后现在就是要帮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析跟讨论，对不对？对，大家是走得很好了解，到底我们刚刚上段节目讲的是什么东西？对，那就交给你了。好，没问题。那刚刚录完之后，你会看到结果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吗？还是还好？其实有一点点紧张。虽然说不爱看改图片啊，莫马改了不起，没有什么不能什么儿童不宜的。不过我的确会觉得那种紧张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我会被别人窥探，就会发现啊，原来你刚刚先看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东西会关注的特别久。所以虽然那个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家知道，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哇，人家好像知道我的一个内心的秘密，或者是我都先看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实际的那个结果。好，那其实大家在看这个荧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面有像是红球球的东西。有这个红球球就是你的就是主持人你的眼睛。那干嘛住？对，在看了什么地方？那球球越大颗，就代表他看得越久。那我就开始来播放一下。所以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看了第一张图，然后我们就边看第一张图边跟你做一些讨论。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发现你是比较喜欢狗狗或猫吗？对，是真的比较喜欢狗狗或猫这样子。对，因为我看你好像特别对狗狗会盯得比较久，猫也会稍微盯一下。对，但好像对右下角的那个没有兴趣，完全没兴趣。我真的完全没兴趣。是，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我们就会
本能上就会就是被一些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给吸引到。是，对，所以在荧幕上你就会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动物，就可能摆在你眼前，你会很快速的去被它给捕捉到。所以刚刚看到那个红圈圈的移动感西街是会发现狗，我真的是花比较多的眼球的关注是在狗跟猫身上，宠猫。对对对，了解。好可怕哦！你看一下就被发现我喜欢什么了，对吗？就会发现，你好像对，比如说左下角这只猫，还有中间这中上这只狗，特别喜欢这样子。对，我那时候一直在选，如果你要我选一张我最喜欢的，我要选哪一张？所以我的确是在左下角的那个鸟儿到中间的给我在做犹豫。所以看得出来，对不对？看得出来，而且就是因为你会被吸引到，代表说你对它是有一些感觉。所以我是很诚恳的。对对，是很诚恳，而且是表里如一的。没错没错，我刚刚的确是这样想。对，我们在做一个回放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跟比如说受测者可能稍微讨论一下，你刚才为什么会看这些东西？你是特别喜欢还是特别讨厌？因为可能喜欢跟讨厌你都会想要看这张图。OK， 所以如果像你这一题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可事实上感觉上好像有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对，可以知道我内心的一些想法。对，是没错没错。好，那我就继续向下。听一张。好。第二章刚刚我们看的是比较跟小孩还有动物相关的，对，那我们就发现，你其实在看，比如说像狗狗会先被注意到，可是实际上你好像对于那个小孩也注意的时间会更久一点。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在看水豚呢。对，你好像可能真的对水豚是没兴趣，我真的无感，所以你可能刚好还有没有看动物，然后我就开始去关注小孩。对，所以如果这整个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动物跟小孩。对，就是比较喜欢动物跟小孩，然后应该说狗啦，对，狗跟小孩这样。那刚才这比如说4个小孩你去比的时候，我发现你在盯左上角这一个，好像盯得特别久，是觉得它特别可爱吗？还是觉得对，是觉得它特别可爱这样？是因为它跟那个小瓜呆有点像吗？还是怎么样？没有，就觉得它的表情很可爱。懂，我们就会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发现，你好像有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不喜欢的东西。是，对，我们就会比较直觉的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喜欢这样子。对，好，那接下来进到比较刺激的，就是我们开始进到对，进入到男艺人的那个阶段了这样子。像这边，因为这个时候你比较激动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间那是我老板中间那是对啊，所以我当然比较激动。我想说，既然放一张我来可我改熊片不该，我就突然有点紧张。你刚才那第1秒是马上就0.1秒，就马上盯着那个你老板去看，因为他是我老板。原来如此，因为我发现你后来眼睛就比较眯了，所以可能这边就是收集数据的时候不容易收集到这样。你看，被发现了，就想说这张照片我拒绝，我拒绝细看这样。OK， 好。后来我又再请你稍微盯久一点点，那最后你的视线，我的印象中你好像停留在这个停留的比较久。没错。对，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会特别注意到他？因为中间这个小孩是他国小6年级，我就跟他一起合作的艺人，所以他现在长大了，所以我刚刚特别关注他，特别关注他了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分析的路径也是对的嘛？对，就会知道，你好像有一些心路历程。那只是一般我们在做这种测试的，如果只是滑手机或者是滑平板，你这种心路历程只会你自己知道。那但是我们透过回放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给放大。哇！就是去做一个解释。哇，那如果说这中间有一些如果是男生来看，然后这图片改成美丽的女孩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男生比较喜欢看什么样外形的女生，什么样外形的女生，或者他都看，比如说脸啊、胸啊、腿啊这些，他可能都会看这样。如果有一些是放漂亮的脸，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放身材比较猴改，你是不是发现哇，给好的款嘛改成吗？他的喜欢的类型就会越来越趋于一致，太有趣了。好，那再来就是最后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像是最后一张，对，最后一张，我们就来看，女艺人这样子，好像也有你自己在里面，对不对？对，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可是要看一下我哪一张照片被放上去。了解。那你有发现中间下面那个是钟依晴啊？有，我有发现，对，哈，这个是比较，就是自己跟他目前都是很那个的，很贴合。对，不过但是我觉得都很漂亮，这样是。你现在是要试图圆场吗？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测试。对，那像这个东西，刚才老乡亲朋友的分享，也就是说啊，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可是依照金盛
你现在做的这个实际上面的研究，或者是你正在景慷改业务，其实跟保险就很有关系。对，这要如何运用在保险上面 ？OK，我想比如说像是在保险上，其实我们之前过去其实在跟业务员接触啊，或什么这些其实都比较是线下的这种模式。慢慢其实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或者是电脑上开始会去做一些操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数位的足迹被保留下来，但是这个足迹其实目前他们只能从后台稍微简单的知道，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你好像逛了我这网站几次，你可能逛了这网站大概停留了比如说1分钟、2分钟，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逛这个网站，还有逛这网站背后的一个原因。那我们透过眼动仪就可以去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你到底实际上在这个网站上面看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看这个地方？那我们会再透过访谈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给检视出来，让保险公司知道，其实它有一些你有一些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比如说像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可能你会对比如说你有一些人生的经验，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体验，那你可能对于比如说像是家庭或者是朋友是比较珍惜或在意的，你就对保险可能会有比较高度的需求。那其实保险公司就很好奇，最一开始你为什么会喜欢保险，或是觉得保险是你身边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又或者是反过来说，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可能对保险是有点厌烦或厌恶的，他都会想要知道。比如说像保险的名词，你可能看到身故保险金或什么失能保险金，你就在想这东西身故保险金买100万够吗？或者是200万够吗？其实在这中间都会有很多疑惑。我懂了，就是说你在做测试的时候，它如果停留在网页上的某个地方是很久的，它一定是走在一封文机，为什么你在这里停留这么久？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某种程度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实际的问卷测试啊。对，然后你从问卷测试就会知道这些人的需求是什么。但是因为如果你只是用一个网站，大家只会觉得他这里看了特别久，可是你并不知道他看了特别久是他有问题，还是他看不懂，还是他有特殊需求。所以这个科技就可以帮助这个部分来替不管是银行也好，或是保险业务做分析。是，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代表你停留特别久，也不代表你是特别喜欢。像我刚刚看那个图片，有可能是我特别喜欢，说是我特别讨厌。对不对？对，其实你在看这个比如说那些区块的时候，停留特别久，一定有你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在。那我们透过刚刚就是比如说像刚刚的那种回放，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你对于这个区块是有一些注意的，可能像你说的是喜欢，或者是讨厌，或者是真的就是疑惑。你其实对这个名词不太懂，但是其实你有时候，比如说在买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名词你看不懂，你是没有办法放下心来去买的。那这其实是很关键，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一颗石头在那边，我们就透过眼动去发现了这颗石头。我懂，我知道你那边好像有个例子是，比如说你在看题图改时节，比如记得可能会第一种苗栗那边停的特别久，你就会以为他特别喜欢苗栗，其实未必是他特别喜欢苗栗。对，我们之前做的一个例子就是，请他去选，比如说买一个旅平险，大家很常可能网络上你就会去出国前2-3天买一张旅平险，那他其实在那个居住地的时候就会让他选一下县识别，那他那时候呢就在苗栗跟南投之间，他就停留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最后呢他可能就是视线就再往下拉到澎湖下面的一个叫台中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很特别，我们就询问他为什么，那他后来就有跟我们提到，他就说他的印象中苗栗下面就是台中，那苗栗跟南投中间就应该放一个台中，但是他就一直找不到，所以他就想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就可以来回过头来改善那个网站的设计，对不对？对，好，所以你可能要是也要动有去改分析啦，还有动斗神奇改故事，走了抬高的副影同抬高先聊下，你等下脑中会讲。上段节目嘞，大概有可能我做测试的结果，所以这段算是我来考你，对不对？所以
对于改考试是黑看哈嘎天西改网站，我们客家电视有网站，对不对？用亲朋友可能也很熟悉，你应该对我们的网站没有很熟悉，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做测试，真的是第一次，然后你就自己测试自己录，然后等下自己分析，对不对？好，可以。那你会诚实跟诚恳，对吧？会，没问题。那我们就预备开始。好，可以。好，那我就直接开始。可以。好。我来，对你开始的时候，我来跟大家做讲解哈。所以一块洗改时间，你围绕强精神圣手哦，这是我们客家电视网站，好哎，我在高兴什么？很开心。好，所以你第一次进到我们的网站呢？对，这是第一次使用这样子。哇 ，OK。我可能有没有需要我特别就是看这网站的什么地方啊？没有，我觉得你就当做第一是第一次见。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人一进来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目的的搜寻。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当成你是第一个进来，然后第一次看到哈嘎田西感网站长成怎么样，那什么地方会对你特别的造成喜好，然后你就会进来等等的。OK。或是你在对。我根本就没有分析的能力啊，但是我家大概就是感受一下他会如何来运用一下我们的官网这样。好，这真的是你人生第一次 handle 哈嘎田西感网站。对，这其实做得蛮好的。就是我应该觉得它跟 Netflix 会有点像，真的很聪明就是它做的，你不觉得我们网站很好用吗？而且在颜色视觉上也很清楚，超级有。你看我，对，你看这么棒，你看我自己一直在夸奖自己的电视台的网站，对，你刚刚有看到吗？哇，你刚有看到我们有个 AI 主播吗？有，你说没关系，不用关注，你不能受我影响。OK， 好。好，了解你哈嘎田西感网站。其实咧，金盛在看的时候也不向亲朋友讲，向亲朋友讲，不是来到你哈嘎田西推感网站，你是到底来到两网站，因为你可能两网站世界是被气到，哇，原来动作改便宜，到底读了不得看，等于是有很多的影片你直接进来，还是你看我们还会有英文啊、中文，然后你可以直接按 play， 你就可以阅读。它好像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像是一个 OTT 平台。是，对。好，哇，差不多了，对吧？差不多。好谢谢金盛的这个人生第一次的造访哈嘎田喜推感网站。不会。对，这真的做得很酷哎。该不会连我们导播也是第一次看我们客家电视台的网站吧？导播，哇，你觉得我们网站真的很酷吗？我们等一下回馈给一下同事。好，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回放是吗？对，然后看看你的视觉。可以，那我就直接边回放边对，然后就边分析这样。好，没问题。那一开始呢，我自己是觉得进到这网站，它的设计，不管是配色或者是可能排版的设计，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观察，就是我很容易被你的图片给吸引住。是，对，确实我如果一般人如果进到陌生的网站，你会比较容易被比如说图片给吸引，而不是下面的这些文字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图片很重要。对。那其实它的图片设计目前都做得还蛮好，而且它的呈现也不会有那种非常卡顿的地方，不会那种转圈圈一直转。是。然后整个每一张图的那个图片设，我都觉得它摆放的是非常的好。OK。那文字上的运用也不会到太多字，不会让我觉得很困扰。对，比如说像这个，我那时候就看到，女孩上产这个名词，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稍微逛了一下。对，我就发现，比如说像我如果对里面的一些说明有兴趣的时候，我就点开看，我觉得它还会做一个弹跳式的这种悬浮的视窗，是让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用心。哇，对，我就觉得这个网站我目前逛起来是很舒服又容易阅读的。我觉得网站最重要的事情是容易阅读。对，就是能够把你真的想呈现的资讯给对方看到。像我这样点开来说，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要看一个电影的开场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做得蛮好的，所以我对这个网站的评价，我自己是觉得心目中是蛮高的，这样。对，好棒哦！对，好，这个就是刚才安妮很多，其实我们有很多题目可以跟金盛聊，就是对，因为对你来讲，这也算是你现在分享这东西，也算是你的创业，对不对？对，然后跟你初期创业一直到后来营运方向，其实整个你也是也是花了一段的时间摸索，然后才走到今天这个部分。是，其实就跟主持人你刚才讲的一样，其实一开始做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现在这条道路上去进行。所以一开始其实可能会做各式各样的一种创新的尝试。那比如说我会在比如说像是保险的网站上面看，他们会不会需要一些保险的名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对保险就是觉得
很难读得懂，所以我们就想说做，比如说像是保险的维基百科，能够比如说在网站上面，就是当你需要一些名词的解释的时候，我可以很快速的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就可以自助式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流程。又或者我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像是线下的这种业务员，把它转成线上的这个流程。那我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但是每一次尝试都会在想说哪一种尝试对我是最适合的这样子。当我们慢慢尝试到最后，就发现，眼动仪好像才是，或者说是数位体验，就是跟人的访谈，跟人就是在数位上的这种接触，能够去了解他的这个资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诱人的，也对我来说是保险公司好像特别喜欢我做这些资讯。是，我觉得不管是走一改扣后干，然后还走一改重两改阴后，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都在寻找一种未知。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在这个未知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一点点答案，不管是冰冷的数据，但或者是可以带来一个人类前进，他会觉得很兴奋，是不是？其实动奋起。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像是在学术研究或是做科技发展做结合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一个特质。所以呢，这个狗仓一定是很辛苦的，没有人什么事情都事事顺利啦。不过这个过程都让你觉得很快乐。对，这整个过程都会让也会有那种迷茫啊或痛苦，但是整体现在来回顾的话，会发现每一次的尝试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就从里面学到了一些教训，那就是整理这些教训，然后再继续向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edback。真的哈，所以你还是今日台高在小改改，因为进行记得一家重要带来一改一种改扣记。节目的最后剩下2-3分钟，我们就要透过这个 Boki 卡拉 OK 改单元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神不同的面向。每次到这个单元我都有点开心，想说可以听到一些很可爱的答案哦，我就是不能想很久哦。我先问一下哦，如果说啊，因为你刚刚讲到保险嘛，从黑讲有丧尸入侵险跟外星人侵略险，你会保哪一个？外星人侵略险。为什么？这听起来我会比较有画面感，就是马上就想，外星人如果进来的话，我会怎么样？是 OK。好，我也会觉得是外星人的，因为丧尸感觉让我好像快要没命，但外星人感觉到好像有另外一种想象，他可能会把我带到某种改谁改地图。好，那你觉得人生中一定要保的保险是什么？人生中一定要保意外险。意外险就人生难免会有意外。对，好棒的答案哈。再来，如果你的预算是无上限的话，你想要为什么东西，或是你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保险？为自己的可能就是或什么东西，没关系，答案可能就是为自己的身体吧。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打排球，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身体受伤了，我希望能够赶快康复，然后赶快回到球场这样。所以你给小巴非常感单纯，就是你走在打排球，所以你看，因为你很高，所以你很适合就打排球，应该也是很有优势，对不对？会，身高确实在排球是有一些优势。好，好，最后一题，如果你念风管所的时候最痛苦的一门课。最痛苦的一门课，这个可能不太能看。对，好，这一题给他跳过啦。我觉得我怕老师看了会觉得很痛苦。好哟，好，最后一个就是说，最近还有一点点的事件哈，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要到台高来讲，就是黑工航白走未来的这个盛百地独有堂头台高讲的眼动科技，大家不要害怕，它真的不是诈骗集团。对，其实我们自己在就是招募一些受测者来做眼动仪测试的时候，大家其实不会这么的放心，因为大家可能想说，你那是什么？你想骗我什么？好可怕哦！对，这会在哪里？真的，我们其实一个是我们就在警察局附近，对，然后我要打电话给反诈骗这样子。对，所以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网络上招募，或者是实际要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详细的去写一下我们的地点。或者是一些资讯，其实你看到读懂科技，不要特别的害怕，你就是放心的来跟我们，就是有一场简单的测试，这是很 OK 的，是。好，所以你用前面有可能你基本该复习类很咩读你基本该节目底读秀波动态，然后起都讲哇，你该洗腿了，特别你该洗腿冇强咯，天天科技该发展又动动的东西，超出你该想象，为你该生发带来动动该理片，所以今日非常感谢金正来到节目底读，来太高的分享，有机会多多来跟我们分享新的东西。好，天天下来咧，绕墙乡亲朋友强下来做论坛咧。绕墙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勤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